过来看另外一个灾情，在这个中部村啊，中部乡一个社区有徛家的这个规个昨日帮的规排，或者强风的吹歹去，够险险啊，和这个住户呢未当出入，加在有厝边隔壁来斗相共。半暝落青光雨，民众摕手机啊翕回楼骹，发现新岛和隔壁稀沙石全部拢烧起来。过一暝，落去的稀沙石和支架拢倒伫咧路中，附近的民众拢看甲着真惊。看到这个情形，感觉就恐怖的，恐怖。风台丹那苏拢来台湾，嘉义县中部乡河美村的这个社区，昨暝到今仔日透早风头雨嘛大，硬甲住户斗规排的稀沙石拢吹走。因为昨天晚上12点1点的时候，就是一听到棒棒棒的声音，然后。早上出来看就变这样子。稀沙石挡住民众的出路，出面头尾小棒盘同齐甲稀沙石赶走，和民众会当顺利出入。哇，有没有吓一跳？我家的那个顶楼的那个屋顶好像这阳板前面的也飞走。哦，对，有没有吓一跳？早上就要再整理这样。虽然风台已经搞走，民众同款心惊惊，讲生目睭好目睭，毋捌拄过这尔大港的风。稀沙石倒去景象，互人看甲会惊，毋过加在无人受伤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